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章37到47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章37到47节，和合本圣经在16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以上。这时我们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圣灵浇灌建立教会。圣灵浇灌建立教会。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经过的一个礼拜，献上满心的感恩。虽然在这礼拜中间有很寒冷的天气，也有温暖的天气，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你仍然保守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献上感恩。在主日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也献上感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平安。在寒冷的天气，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主，我想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特别是今天我们开始呢，我们总共有7讲，我们要再次从使徒行传来明白在有关教会的建立的事情，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在约10年前，牧师刚来教会的时候，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来看，因为使徒行传呢，所谓使徒行传就是使徒的行传。就是使徒他们所经过的时间，他们如何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如何在将大使命想要去完成他们所做的这些的记载。在2003年的9月15号，是牧师到这个我们迦南教会赴任，从10月开始讲道的时候呢，10月26号，牧师开始讲第一讲，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讲。使徒行传总共花了4年3个月才讲完，总共用了76讲，到2008年的2月3号才讲完。那这中间当然是碰到了很多个节期，还有一些来募款的，有些奉献主日、请安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已经拖了4年多才讲完。那时候我们最后也出了一本书出来，是有关使徒行传的事。那我们盼望这些书呢，目前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剩的。那嘉光福音中心他们把这个使徒行传重新来研究开始，他们的小组就是用使徒行传来看。使徒行传很值得我们能去学习，因为这样使徒行传乃是一个初代教会如何成立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用7次，这次我们没有用74讲，我们只用没有用76讲，我们只用7次而已。我们要讲这个重点呢，放在教会如何去兴旺的等等这些的记载，我们来重新再一次来温习来知道。那我们更能够认识教会，也能够参与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我们常常都来做礼拜哦，你对迦南教会已经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也有很深的这种认同感，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的问题：耶稣心目中的教会到底是怎样的教会？耶稣他在地面上的时候，他就已经
将权柄交给未来要成立的这个教会。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怎样子成立的。但是你有想过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教会吗？在耶稣的心中，他认为的教会应该是怎样？那我们现在认识很多个教会，不同的教派，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这一个导向，那他们的意向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到底如何？我相信各个都是神所祝福的。但是有没有一个 model， 有没有一个典范，让我们可以去明白怎样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呢？那我们首先来看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呢，他也允许要建立教会，甚至他还授权给这个教会，要赐给他们权柄。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到第19节这样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呢，是向着当时的彼得所讲的，所以有人就误解说彼得才是这个磐石，所以这教会在他身上，所以第一任的教皇应该就是彼得，因为这样的渐渐后面开始就有教皇制度来产生。而甚至这个教皇会权柄非常的大，因为这边告诉讲是你，凡你在地面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面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但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意思，这是教会在地面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有很大的权柄在，但是我们必须走在神所喜悦的这个道路上的教会，才是神要赐权柄给他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更希望能够来了解，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用了40天的时间跟这些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让这些门徒能够更明白他当初所讲的一些这些教训。因为当耶稣还在的时候，告诉他必须要受难，他必须要死，然后3天后要复活，他们都没有办法相信，人死了怎么可以再复活呢？那主耶稣讲的话到底是如何呢？当主耶稣定十字架3天后复活，跟他们见面，愿你们平安，这些话语告诉他们，然后有40天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终于渐渐的明白，耶稣在世3年半中间跟他们所讲的这些话语，就开启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越明白旧约所谈的那些所讲的这些弥赛亚的事情，神怎样子爱他的百姓的事情，他们终于渐渐的明白，也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的独生子。然后他们就领受得到主耶稣最后的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所以你们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然后又要他们奉耶稣的名要受洗，还有所教训他们必须去遵守等等这些。这是在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用了40天的时间来跟他们讲。但是在那时候也告诉他们必须要等候。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到第5节，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第1章第8节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直到开始在很多地方到地极的地方做我的见证。当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并不是聚集在一起，而是分散，因为他们怕了，他们怕他们的老师被抓，那我们也是这样，也会被抓，所以他们开始分散，所以知道他们是非常的软弱的。主耶稣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告诉他们，你们不是靠你们自己，你们要等候什么？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当你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圣灵要来帮助你们。果然在40天之后，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现在我们称那个地方叫马可楼，其实那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名称而已。他们在那边是怎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天天同心合意，然后恒切的祷告。经过5天之后，在五旬节
果然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了。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第2节到第4节。他们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开始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开始可以讲起我们所谓的方言了，是别国的语言，他们也从来没有去学过的。为何要有这样子的？为何要讲这些话呢？因为那时候有从各地来的人，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些话也要向他们讲，所以他们必须用他们所认识的话语来讲。但他们都没有学过啊，他们如何能讲这些话呢？所以圣灵就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用各地的方言。我们大概对这个方言，我们比较没有办法让那么多的认识，因为在长老会里面，我们通常在公开的场合，我们不用这种方言来祷告，因为必须在场的有人会翻译方言，我们才用方言祷告。这是我们所认识方言中间的一种而已。其实方言还有不同的讲法，就是像这边所讲的是别国的语言。我曾经听朱子生牧师他做过一个见证，他在讲这个方言，解释方言中间，他说方言其实很多种，一种是必须要你有人翻译的才能够懂，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懂，这是神跟我们的灵跟神之间的相通。但另外一种是讲别国的语言，不必要有人翻译，你只有明白了，因为那一国人就听得懂。他说有一个韩国人有一天在纽约的一个教堂旁边经过的时候，突然听到人在讲韩国话，他就停下来听，这话是怎样？是在告诉他，因为他正好心中有一个疑问，而那话语就是在告诉他你要怎么样，然后解决他的很多的问题。他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有人知道我的问题呢？还用韩语这么大声的在告诉我，从里面传出来。所以他进到教堂里面去看，有一个人在祷告。他祷告完的时候，他就用韩语跟他讲话。他想他大概是会讲韩语啊。他说你在说什么？听不懂。你刚才不是用韩语在祷告吗？韩语在跟我讲话吗？他说没有，那我不知道，那是圣灵在带领着我讲的。而这话刚好是给那个要讲给那个人听。这也是我们大致上你可以稍微了解到，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120个门徒，就是包括彼得他们出来，向这些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所讲的话，虽然他们讲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个人都听到了他们能够听明白的话，这才是重点。到底他那时候讲了用什么话语讲，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而是每个人都听到了他们应该听的话。而听到的是什么？乃是讲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主耶稣已经被膏立为王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是基督。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一些这些圣灵做工的事情。接着我们就看到今天所记载的这些话语来告诉我们，当时候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其实是从当时候所当时候所明白的人来看，是从世界各地，也就是当时候的世界观就是怎么样子。他们地级乃是到西班牙，在过去一片海那个地方，他们以前认为地球不是圆的，地球逻辑就掉下去。所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这附近的地方呢，就是讲了这几个地区，包括有在南边这个现在所谓知道的埃及跟非洲、古利奈等等这些，还有在土耳其的亚细亚的地方，还有罗马等等，还有在东边这个阿拉伯等等这地方，他们所认识的地方，整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在第2章第5节说，有天下各国犹太人住在天下各国的人都回来，这是他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观。这些人回来之后怎样？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讲了这些刚才所证明这些事情。他们的回应是怎样？他们觉得扎心。扎心这一句话在原文的意思乃是你的心脏被你针在刺，那是一种很绞痛，心绞痛。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没有这样子，因为这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心绞痛就大概在心肌梗塞都有可能会产生的事情，那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心被针在刺，有些人是因为身体上本身是这样的，有些人是因为他会让有一些
至亲的人逝世的，受到很多的受到灾难还是怎样，他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而产生，就是这一句话的用词，心被非常的扎心，心被针刺的，他们觉得一定是怎样子不对的。圣灵在感动他们，他们就问说：我们当怎么做呢？问彼得我们要怎么做？彼得就告诉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罪，这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你们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们要认罪，第二件事情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神就祝福在你身上，让你的罪得到赦免，然后还领受圣灵。而这些不是只有对你们这些人，是对所有神所预备的这些神所招的这些人来。那这些人，他们听见的这些人，是不是神所招的人呢？我们是不是神所招的人呢？一定要有所能够表现，你真的就是神所招的人。我们看这些人呢，其实就是神所招的人。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说到对真理有所反应，他们觉得扎心。我不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这做礼拜的时候，你听到上帝的话语中间，你有没有觉得扎心呢？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话好像是在跟你讲呢？在提醒了你什么呢？像我们在礼拜前，我们读会前读经，最近在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当时犹大国他们背逆神之后，耶利米出来讲一些话，而耶利米是一个他另外一个别号叫流泪的先知，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爱国，非常的爱这些犹大人。你们为什么要背逆神？神要处罚你们，赶快回来，赶快悔改吧！怀着这样怜悯的心来讲这些话了，但是仍然被误会了，还要杀他，还要骂他，还要关他。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会不会像犹大那时候听到耶利米的话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责备他，而宁愿去听假先知所报的假平安？当我们在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真正扎心？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你对真理有所反应吗？我们看到这是神所造的人，第一个应该是这样，他有所回应，他对真理呢有所反应。第二个呢，我们看不止反应，还有行动在。他们的行动是怎样？他们就悔改，接受主耶稣当作救主，他们接受了洗礼。所以后来记载着，当天受洗的人有约略3000人，这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蒙召了之后，他们决志悔改信主。同时呢，再继续往下看说呢，彼得告诉他们：你要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也就是你已经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一个老我了，因为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当你的救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领受这些，他们罪得到赦免，又领受圣灵之后呢，他们就会怎样离开这些弯曲的这个世代，要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愿意把这个救恩临到神所要招的人。你是不是神所招的人呢？一定是。神本意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能不能真的证明你就是神所招的人？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没有讲神爱哪些人。世上的人他都爱的，但是你如果成为他所爱的人呢？成为信他的人。这边也告诉我们，这些救恩是要到神所招的人呢。谁是神所招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招的，但是你要证明你是不是。这边的人证明他是，第一个，他对真理有反应了，他觉得扎心了，然后他有所回应，有行动，他受洗了，他认罪受洗了，然后他就开始要过一个这样基督徒的有馨香之计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我们再继续看就知道，这3000年之后，只有靠12个门徒去传福音，不可能的事情。但这3000人开始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他们开始把他们所领受的，可以去跟人家来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蒙召跟应许的福音，就借着这些，就开始他们的家人等等怎样，就传到各处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教会的建立必须要怎样，是有这几个步骤来的。
有人去传扬福音，然后听到了扎心，对真理有所反应，就蒙召了，你就开始有行动出来。我愿意决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之后呢，我就要悔改、认罪、受洗，信主就得到了赦免。接着呢，我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所应该要有。这些人把集合在一起呢，就成为教会。教会的组成乃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间教会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除了原来的120个门徒在马可楼之外呢，又新加入的人约略有3000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教会今年第48年，到48年的时候，我们的信徒也不过是500-600人而已，真羡慕。讲一次就有3000人来信主，神的大能就是这样子，真正依靠神来的大能就是这样。当然跟他整个大环境也有关系，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的神观是唯独一真神，所以只要带回来说，他们本来就要等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哇，被证实了，因为他从死中复活了，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够进入在这种状况之下。但是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他们有这个信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第5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话语传到你们这，不独是怎样，不独是我们所讲的，这福音传到你们，不独是我们讲的言语，还有怎样，还有圣灵的权柄，还有充足的信心。所以其实整个福音传到要能够领受福音里面是这3个因素凑在一起。第一个是正确的福音所讲的，第二个是圣灵的动工，第3个是是听的人有充分的信心在。这些犹太人他们听了之后觉得扎心，就开始有这信心在。所以我们看到的成果就是这样。那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之后，我们来看它的表现是如何。它乃是一个功能健康的教会。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敬虔而且荣耀敬拜的教会，因为在第2章的第42节跟40节，刚才我们已经有看到，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面做什么？不是在那边玩乐，而是在那边祷告、擘饼，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在。我们所看到这里面，只有短短这一句话有3样，一个是天天。一个是同心合意，一个是恒切，这3个都是非常不简单。只要任何一个，我们都觉得非常感恩的。天天，因为我们就是说的 day by day，every day， 每天呢，我们只有一个7天里面只有1天到这，我们这时间就已经来不及了，甚至只有1小时半，我们觉得会好像我匆忙的来，匆忙的走一样。他们是天天在一起。同心合意，英文说 with one mind， 只有一个心而已，没有其他的心。我们到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敬拜的心来，还是心里面有很多的牵挂在？等一下要去哪里？今天不要什么节目等等这样，你能有真正安静心在这一起来敬拜神吗？恒切的，没有间断的。所以你想，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敬拜会荣耀的教会呢？是一个敬虔的教会嘛？它乃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教会。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第二个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相爱、亲密、团契的教会。这边告诉我们好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些人从外地来的，他们就在3000个人在一起，没有回去，这是一个很好的聚会在一起。那这些人怎么办？他们住家不在这边，他们没有带那么多的钱，他们没有带那么多东西，他怎么办呢？原来是有在这耶路撒冷的信徒呢，就接待了这些外来的信徒，用小组的方式去关心了他们。这告诉我们说怎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呢，英文讲说 everything in common， 所有的事情都怎样，大家一起共用。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怎样世界大同的景象。世界大同景象原来就是这样，但是很可惜没有办法继续实施。世界大同原来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能力在。所以有些人比较软弱一点，他做的事情比较少；
有些人比较强壮，他做的事情更多，他能够负担的事情更多。这些人同样来做事情，所得的东西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分享？虽然他是比较软弱，但是呢，他只是神给他的赏赐是这样。我们能的话，我们就帮助他们。原来世界大同是这样，凡物公用。很可惜，在初代教会的这些事情，到后来也不见了。这就是人软弱的地方。我们开始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出力比较多？为什么我要跟他享受一样？人的自私就开始产生了。亚当夏娃当时候的那些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呢，就开始作祟起来。我们说到今生的骄傲，这些让我们就开始产生的这些不好的情形才产生。我们来回想我们自己也好，现在的时代，我们连11奉献，有些人都觉得很困难的，还要想到凡物公用，那更困难。我们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告诉我们，行善乃是理所当然，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行善，这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做起行善来，我们也常常在很多挣扎在，也没有办法做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是凡物公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成为一个团契，而这个团契是一个相爱而且是亲密的一个团契。不只是这样，不够了怎么办？把我的田产也奶气卖好了，卖的田产家业以个人所需，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有人持反对，有的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概念认为主耶稣不久就要来了。那主耶稣要来是怎样？世界末日啊，所以把这些用了就算了啊，反正世界末日要到了。真的，你这种想法，你就会这么做吗？去年2012年的12月21号是号称世界末日。当大家面对这世界末日的时候，你有这么做吗？我相信也没有啊。甚至美国的地方，我们还听到有报道说，有人就在那个房子非常大的地方买的，每天买东西，一直累积的，看他全部都是食物。他说他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可以活2-3年都不出去，没有关系。一个人只有自己一个人每天吃，这个世界算什么世界？我不知道，有意义吗？我相信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真正让你接受世界末日的，你就会将你所有的东西，好像这些东西已经没有用了，我就来分给别人吧。我相信很难，人的私心是很难去做到。但是我们看到当初的教会的团契生活竟然是这样，有的东西不够了，怎样？将我的田产拿去卖吧。将我的家业拿去卖吧，拿来做什么？拿来帮助这些人。他们还每天这样彼此交接，然后在一起。这边还特别解释的，他们交接在一起是这样，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是心甘情愿的，不是被逼的。他们自己从心里面，因为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们知道，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只不过是托我来管理而已。所以这些人需要我，当然要去帮忙他们。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团契的极致的表现。你还可以想到比这个还更好的团契的表现吗？凡物公用，将个人所需的全部都拿出来，分给需要的人，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而不是被迫的。这是第二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一个相爱、亲密、团契的教会。第三，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一个谦卑、灵命成长的教会。因为在46节也告诉我们说，刚才那句话“同心合意”，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祷告。再接着说，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落实在生活中，不只是听，还去实施，要去走出来。不是我们领受到圣经的教导，或是不管是从圣经还是讲道中，还是很多话让你扎心之后，有没有像那些人神所召的你一样，扎心以后怎样受洗、认罪受洗？有没有行动出来？他们合一在一起，本来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不只是这样，他们遵循使徒的教训去做，每天常常在讲成长中。他们是一个谦卑、愿意谦卑去领受灵命继续成长的一个教会。第四，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一个仆人殷勤侍奉的教会。
因为我们看到在第6章第1节的时候，开始产生要选执事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有些受照顾的寡妇觉得不公平，比较照顾这边，比较没有照顾，但显然告诉我们是他们有在照顾寡妇，他们开始要去侍奉，要去服侍人，而且结果是这样，得众民的喜爱。你要是没有真正去服侍，你不会得到众民的喜爱。这是间接的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做了很多让人家觉得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侍奉的教会。最后我们再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一个渴望火热宣教的教会。我们看到它有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它是用的信息在布道，也就是他们就单单只讲耶稣复活的福音，他没有讲这些其他的狗屁杀爱的东西。耶稣复活了，这主要就是福音，这是教会主要的功能。讲耶稣复活了，唯独圣经，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所以他的布道只是在讲信息而已，从神而来的信息。第二个呢，他们有全人的布道，也就是他们把神所领受的，从神领受的这是全人的，神能够施展到每个人身上去。所以他们有这样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你的心灵得到平安等等这些，将祝福带到我们身上，全人的布道。而且他们还用服务的布道，因为他得到众人的喜爱，表示说他们做了很多人家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活出基督徒馨香之气的一种生活在。这几个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整全的布道。神要我们去布道，神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他的百姓，只是口讲而已吗？不，你必须要有很多的行为，你必须要有很多的作为出来。你应该的神是全能的神吗？他能够帮助我们吗？他有权柄吗？他是一个美善的神吗？你要从你的所做的这些能够证实出来。所以这样整全的布道的结果，当然就是这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原来教会要得到兴旺，教会要人日越多，我们想办法是应该的，但是讲最重要的因素在讲，神看为美好，就将人加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方法，不是因为我们的策略，不是我们用了什么样子的去吸引别人来，纵使这些会吸引别人来，但是能够留在这边吗？所以最终点乃是神将人加给我们。你要是做的是合神心意，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其他的神就赏赐给你。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教会的人更多，我们是讲是求办法吗？不，我们要求我们有没有合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自然就将人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它成为后世教会的这些典范。所以我们假如要建造一个像一个健康又能够增长的教会，其实我们要学习像耶路撒冷一样。这么多个教会中间，到底哪个教会要我们学习？你可以想想有灵粮堂，或是听到哪一个教会，或是几千人、几万人，还是怎样？你要学的是什么？人多不是唯一的因素，有没有得救呢？有没有像刚才耶路撒冷的教所看到，在这样，他成为一个这样敬虔、荣耀、敬拜的教会，它是一个相爱、亲密、团契的教会，它是一个谦卑、灵命成长的教会，它又是一个怎样？又是有仆人殷勤侍奉的教会，最后它是渴望火热宣教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呢，才是一个健康、整全的教会。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呢，也在这5个步骤、5个东西里面，也同样有这样。我相信我们已经上过尼希米52，他告诉我们教会有5大功能，就是后面白色的这个字，有敬拜，有团契，要成长，就是教义，要有侍奉，要有宣教。而前面这几个形容词呢，乃是我们盼望这些我们能够做到怎样。我们希望我们的敬拜呢，乃是一个敬虔又荣耀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团契是一个相爱又亲密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成长呢，乃是一个谦卑又有灵命得到成长的；而且我们的侍奉乃是一个仆人式的侍奉，和殷勤的侍奉。我们的宣教是渴望跟火热。前面这几个字：敬虔、相爱、谦卑、仆人、渴望，就是我们的意向。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意向，对内是祷告的教会。祷告的教会要托住什么？托住敬虔的敬拜，
相爱的团契、谦卑的成长、仆人的侍奉，然后这样对外是宣教的教会，还是这样渴望的宣教。我们教会在几年前的意向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实际上做得如何呢？我们可以稍微来回想一下。我们要做这些，不要忘了，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要圣灵交换在我们身上。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不是那几个人想想，对呀，使徒想想说，耶稣告诉我们要这么做，来，我们想办法吧。你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我们开始动起来吧。那我们来建立一个教会吧。不，因为圣灵感动他们，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出来讲该讲的话，教会就成立起来。谁在动工？圣灵在动工。我们怀着渴慕的心，愿意被神所使用。圣灵动工之后，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样来看说，我们更盼望我们教会呢，是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同样来建造我们教会呢，就是有这几样。我大致上回想了一下，我们教会是不是在敬拜上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最近用的名词不是叫敬拜赞美，我们叫赞美敬拜。为何这样称呢？因为其实原来就叫赞美敬拜，它是一种不同的敬拜的方式。我们现在的敬拜呢，主要是听信息，是当我们敬拜，很多东西合在一起，但信息是我们最重要一部分。但曾经刚开始的时候呢，这赞美敬拜刚开始，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信息，就是一直唱歌，而歌词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信息。像刚才讲，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就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信息啊，只不过我们不是用讲的，我们用唱的出来。所以我们教会一样有赞美敬拜，而且我们还是多元化的。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同心合一，我们也摆上大量的祷告。会前读经是一种方式，以前是用会前祷告，改成会前读经，用上帝的话语来读经来祷告更好啊。报告之前，我们大家同心在一起做回应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在努力盼望我们的教会的敬拜成为一个敬虔又荣耀的敬拜。我们的团契里面呢，我们透过小组，虽然我们参加小组的人并不只有40%到50%之间，其他一半的以上没有参加，但是我们要求小组长每次要聚会的时候，打电话去问其他没有办法参加的人。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参加，因为你的行动不方便也好，你很多种原因，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为你祷告。你有什么需要我们祷告的地方吗？能够把大家结合在一起。我们盼望我们的小组团契呢，并不是只有参加的人才是，而没有参加没有办法参加，也是应该我们要去关心的。我们透过友爱基金，透过食物银行，透过恩友团契等等，这就是在关心其他的这些人在。我们盼望我们的团契是做到一个相爱亲密的团契。我们的成长里面呢，我们现在每日研经释义，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的来读经，5年之内把圣经读一遍。再加上新眼光的话，这样6年的话，你等于是6年之内你读了2遍的圣经。大概有些一生都还没有读过圣经1遍，就趁这个时间我们能够来读，因为上帝的话语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盼望都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灵命上的成长。我们也鼓励我们到外面去上课，不管是但以理、女子神学院也好、CCF 也好、台神的这些信徒造就，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鼓励的。牧师们也是常常到外面去进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学都是有限的。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灵命成长的人。侍奉的部分呢，我们每年在11月办的侍奉博览会，我们提供机会让很多人能够参与侍奉。我们也组织的志工大队，他们做的事情有医疗的，也有清洁的，也有生命教育，有少午宴等等这些。这是我们在侍奉方面。目前我们有200-300个人在侍奉，我们觉得不足。你有些觉得年老的时候，你还可以当祷告啊，祷告的大队啊，你不用出劳力没有关系，你就是祷告啊。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可以100%的人侍奉才对啊。我还没有听到有100%侍奉，但这是你从理论上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盼望成为一个仆人殷勤的侍奉。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宣教大概是我们目前比较弱的部分。
我们用的方式是用社区服务的方式，希望能够去达到宣教，没有真正直接就去宣教，但是用社区服务的方式，我们比较缺乏的是布道会。但今年中间，我们对外我们开始有很大的盼望在，我们要办社区报，我们要用戏剧来宣教，我们还有要有把这个读但以理的人招回来做职场的宣教，等等，这些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做更多有关宣教的事情。但在这方面，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欠缺。第一个，我们缺少的同工，许牧师之下只有他跟一个干事而已。所以最近的周报我们可以看，我们需要大量的同工，大家能够来帮忙在宣教方面。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场所，我们的场所不够大。原来去年我们本来是可以买到隔壁的那个地下室，后来就没有买成了，所以是觉得蛮可惜的。但是现在又有一个希望出来，因为他2楼也要卖，同样的大空间，通通没有柱子，但是我们摆在祷告中间，我们还没有，仍然是在评估当中。我们要把宣教做得好，要社区做得好，我们需要有同工，我们需要有场所，更需要大家的支持。我们所看到好像我们在多方面都有做，其实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在，我们还有很多的欠缺在。我们应该以一个耶路撒冷的当榜样，来当我们能够建造的更合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再次在研究使徒行传的最大的目的。这礼拜我们有小组，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说为了要重新建造这样的健康教会，你愿意做什么呢？第一个是少了一个我们了。我们教会若以耶路撒冷教会为榜样，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而不是只有批评，而乃是具体的建议。教会与个人需要，我们都需要圣灵的浇灌，分享你如何渴慕去追求的行动。盼望在小组的聚会中间都能够成为我们大家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来学习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初怎样建立起来，建立之后他们有怎样的表现，他要成我们的典范。我们迦南教会渴慕成为学习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欠缺的部分，求主你赏赐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我们恳求主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像当初耶路撒冷教会被建造起来一样，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乃是依靠圣灵的力量。愿神祝福，愿神来帮助。献上我们感恩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主教导的主导文的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